主席可以请教，就是之前被驱逐的大学的李毅，他在拍一个影片，他分析台湾的局势，他认为2024的时候，国民党不管派谁来，还点名，就是一定会失败。被驱逐出境的人还要相信他吗？他是同学者，他的统一势力在台湾已经完全被消灭。他都已经被驱逐出境了，你要听他的话，还需要相信他唱衰国民党，他觉得国民党已经就是无法。他就是一个被驱逐出境的人，不了解台湾嘛，也不了解民主嘛，那这种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相信，不需要去也不值得评论。可是我看他有点名侯友宜，他认为侯友宜到时候一定是会赢过蒋万安和朱启明。这些事情都还太早啊！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在党的角色扮演好，更何况这中间2022的大选也还没有进行，所以基本上现在对国民党来讲，就是把当下该做的事情做是最重要的。你昨天抓到苏文昌那个国际贸易经济的会议，汇报纠缠。这也不是纠察会，其实或许可能过去我担任过行政院的发言人跟新闻局的局长，类似的会议我们参加过不少。那行政院本来就有它一个运作机制存在，那只是说对苏院长来讲，我们一开始觉得说他应该会是较提纲、较博来立定。那没想到这个治安会议也没有开，那原本有想说大概只有治安会议没有开，后来连治安会议也没有开，其他一堆林林总总行政院底下法定的会议通通都没开，所以我们才会全面去检视。那最近这个 RCEP 还有 CPTPP 的事情也吵得沸沸扬扬，那国人也非常关心。那其实国人关心的是说，如果要推动台湾的经贸国际化，还有国际结婚，大部分的人也或许不反对，也愿意支持。但是大家很纳闷的是，为什么老是说要牺牲我们的健康，不管是儿时的解禁，或者是来猪的进口等等，全部都是反过来要我们国人来配合。那大家有怀疑说，那我们的政府在哪里？应该为人民讲话，为国家讲话。去跟其他国家谈判争取的政府跑去哪里了？后来我发现他们原来连策略会议都没开。这个策略小组会议就是国际经贸策略小组会议，从101年就成立了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中间其实经历过政党轮替，民进党也没有把这个会议推翻掉。如果民进党觉得这不重要，你可以上任以后就把它取消掉，但是没有，他们还更新了设置要点。设置要点里面把推动 RCEP 跟 CPTPP 当时叫 TPP 全部都纳入重要的任务的第一项，结果被蔡政府列为首要工作任务的这一个国际经贸策略小组，在林权还有赖清德各开过一次会议以后就没有了。如果我有讲错，我欢迎行政院纠正，因为我们真的找不到资料。我们助理很辛苦。在这个新闻上面一则一则去爬出说，因为你们开完，如果有发记者会的，我们就认有发新闻稿，我们认为你有开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这是我所收集到的资料。那我昨天也咨询了苏贞昌，他也没有反驳啊，他也一副就是有这个会议吗？他也搞不清楚啊，所以我再次的傻眼，就是为什么一个院长，你是真的被来猪冲昏了头吗？还是蔡英文真的对你压力这么大，然后你完全忘了你作为一个行政院长该做的这些最起码的功夫了？